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圣灵的启示也跟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读了2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哈。那牧师分享的是从第2段经文做开始。不过我们第1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以赛亚书43章18到19节。刚刚我们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但是很多人应该很熟悉的是和合本的版本。所以我把和合本再放一遍，我们要请大家一起念和合本，会比较熟悉，好像你背过嘛好不好？18节预备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讲。这段话，我想你任何时候读，你都会觉得哇，充满了励志，对不对？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祝福，这样子哈。不过19节大家很熟啦，但是重点可能我们要再回到18节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不要思想古时的事。这段经文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疑惑啦，如果没有全文都读或是前后的历史背景，你会觉得说，上帝好像告诉我们人家对我们有恩惠，我把它忘掉算了以前呢曾经很多人帮助过我，我不要记得，不是这个意思。神是在这件事情要让以色列人重新看见他的祝福，因为他们曾经失败过。他们曾经灭亡，他们也曾经被敌人所追打，他曾经背叛过神。神是要他们重新来过，不要被以前的失败、以前的挫折、以前的没有盼望所辖制住。那今天我们从第2段经文生命记的经文，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现在中文译本呢，它有点倒装的感觉神先讲祝福的事啦，他说：上主你们的上帝要使你们事业兴隆，多子多孙，牲畜繁多，五谷丰收。他曾经乐意使你们的祖先繁荣，他要同样使你们繁荣。看起来就是春节最好的祝福的话，对不对？你抄一遍寄给别人，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我们也常常没有注意到下一句。我说现在中文译本它是先把祝福讲在前面，但多了一个字，就是但是。换句话说，要从第10节开始做，你才会得到第9节的应许。他怎么说呢？你们必须听从他，遵行写在法律书上他的一切法律诫命，你们必须一心一意归向他。今天的主题叫做一心一意，或是全心向主。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得着第9节的所有的福气恩典？他说：牲畜繁多，多子多孙，五谷丰收，事业兴隆。大概我们春节祝福的话，那都写在里面了。好，你再怎么写都逃不过这一些吧。但是神说你要听从他，写在律法书，你要一心一意归向他。基督徒要蒙受恩典跟祝福，你不是没有期待、没有盼望，但是我们努力的是，我怎么样达到神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怎么一心一意的这个是我们有一个流程，今天一起要来学习的什么叫全心全向主的生命呢？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我们要一心一意归向他。他说：你们必须听从他，遵行写在这法律书上他的一切法律诫命。哇，必须遵行一切，好像神的指示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偷斤减两的，没有什么打折的，你就是一心一意。那看见我，你在看我怎么样把恩典施给你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算起来从人性的角度，真的不是很好做。我要得到，但是我要先做到。但是神怜悯我们，刚刚我们不是听底波拉唱了一首歌吗？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那就是
一再的提醒你，我要给你呀，你来吧，一切无条件的要给你。感谢主。我们说全心向主，我们需要得着恩典了哈。这段经文给我们3个指示：第一个，上主我们的上帝要给你们事业兴隆，祝福就在这边了哈。我们不是新春开始呢，大家都是事业兴隆五谷丰收嘛我们初五开市，对不对？很多人就棒跑啦，还有点香点烛啦，拜拜啦，希望能够给他们丰收。其实神已经预备好了。还有我们的教会的兄姐、初信的兄姐说：“哎呀，人家那个初五开始亏七都要摆香案拜拜我现在信主了怎么办呢？说怎么样得神的祝福啊？我们说就是念经文圣经的经文，或是唱诗歌一起祝福上帝已经预备好了第二个他说，全心向主要得到什么？多子多孙，牲畜繁多，五谷丰收。这个当然是我们早期传统的一个丰盛的代表，因为在那个游牧的社会，在农村的社会，这个就是代表神的祝福嘛。而且神的应许是什么？主的应许是他曾经乐意使你们的祖先繁荣，他同样使你们繁荣。弟兄姐妹，我们都熟读或是知道旧约的整个历史的背景。上帝怎么祝福他的祖先呢？以色列人祖先从亚伯兰开始亚伯兰本来是在中东那个地方一个不信主的社会是神亲自呼召他，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神老早就把福气预备好要给你，而是你愿不愿意来领受所以他把这一些曾经跟随主、愿意按照主的话行的祖先所赐的福，已经一个一个历历在目了，把这些故事都摆在前面了。神说：“我怎么样让你祖先丰盛，也要同样给你，只要你一心一意来跟随我。”神使亚伯拉罕丰盛，即使他们的子孙到埃及，同样300-400年一样的丰盛。他说人口众多，连法老王他们都紧张了啦。连在旷野那么多年，神还是供应所以归结到最后是你的信心在哪边，你的倚靠在哪里？如果有，你就会发现神的祝福好像在整个路径。所以我们从这些话里面看到了主要行新事，上帝是一个行新事的神。刚刚读的经文传统的就是现代中文里面他说：“不要老记着往事，不要沉眠在回忆中。我有新作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看得见。你们看得见换句话说，不要沉眠往事。刚刚我提起了，以色列百姓曾经悖逆过，在士师记当中一再的反复那种悖逆的行为，但神是一次一次用慈绳爱索把他们拉了回来。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再被过去的失败经验所捆绑，因为我要有新作为，事情发生。他说是现在是的你们要看见。所以这句出名的话说：“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通路，在沙漠里挖掘河流。”这是在人看见不可能的事情当中，神在那边继续施行他的恩典。换句话说，神是做人看作不可能的事。愿神在你我当中，在新的一年当中，在你的身上、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也是开辟道路，也是在沙漠里来挖掘河流。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是要寻求这位除旧行，就是除去我们旧有的你的不好的记忆，你的软弱的部分，你要求这位做新事的上帝。那我们要讲一个话题啦新春嘛这个话题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期待我们的家庭我们有整理环境啦，我们希望新的有一个开始啦。但是更核心的是，我们要追求一个健康的心
我们说健康是每一个现代人所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认同健康很重要，所以依据俗语说，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上个礼拜牧师在分享当中说，最近有一个调查，专门对1000多位长辈来问卷说，你觉得一生中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年纪大了更重要，就是健康，第一名就是健康。那我们很能理解说人生病的会怎么样，一旦生病就会想尽办法要医治嘛，四处求医啦，但是我们知道找寻医治这是人的本能，但是常常忽略到了我们所谓心灵的问题，就心灵健康的问题，因为你常常把身体显现的症状，你是寻求去医治这个部分，但是你的心却没有去得到医治。箴言18章14节，箴言18章14节，他说：“求生的意志使人忍受病痛，意志消沉，希望也跟着丧失。”他这2段话，意思说，你有求生的意志，即使有病痛，你都愿意挨过去。特别我们看到一些冒险的电影，对不对？一个人他真的求生意志强到，他可以拖着病痛在战场上，他可以忍着病痛，好像一种求生的意志会让你的细菌被压制，或者说你的花园会被压制的感觉但是他说意识消沉，希望也跟着丧失。当你的意志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如果有求生的意志，再怎么病痛我都能挨得过去。我们常常会在一些病重的人一直鼓励他说：“你会好哦，不要放弃啊，努力啊！”看到有一些神迹，就是在他的这个求生意志强就会苏醒了，或是得健康了。所以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当你没有希望、失去希望，那一切都消失掉。所以心灵的健康很重要，失去心灵的健康就是失去幸福。15节说：“明智的人心渴慕知识，聪明的人耳听智慧的言语。”这样子。所以我们从一个迎新式的上帝是先处理我们的心灵的健康我们有几个点一起来学习恢复心灵健康的方法。第一个是将过去交托给天父上帝，将过去。刚刚我们读了以赛亚书43章18到19节，他说：“若一直受过去经验和生活影响，就没办法经历到更新。上帝是每天行新事的神。”换句话说，原理是一样，但是你要面对不同的变化。如果有人一直在成功当中，他可能因为一直沉湎在过去，他就忘记了去面对新的挑战，他的成功可能变成他的失败。最近可能很多我们在座年轻的弟兄姐妹，你比较常常网上购物，对不对？上网购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这产业的新闻，他说我们台湾这个市占第1名很久的 PC Home 这一个网络电商去年发生很大的变化，执行长那些领导都辞职了，因为生意被另外一个电商Momo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其他国外的电商像中国的电商那个新加坡的电商都来了。然后他新闻分析说这个 PC Home 他没有做错什么事他们也一直保持他们自己，他们只是没有做新的东西，他没有做错，他仍然保持不改变，那就整个都流失了。我们印象最深刻，因为我们刚开始在买东西都上网去 PC Home 买东西，他最先发出什么？他说当天到货，对不对？24小时到货大家觉得很新鲜呢。我们要买东西，竟然1天就到货了。但是竟然后来，他整个市占率就萎缩的那么严重。他们换了新的执行长，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变化，不知道。但是他们说到统计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市值已经输给这个 Momo 这个电商才占5%他剩下5%，其他都丢给了这些新的电商。有些人沉迷在过去的荣耀，沉迷在过去的成功，但是因为他
你以前太好了，你不晓得改变，啊，成功变成你失败的开始。但是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有些人曾经失败过、挫折过，比如说考试考失败。我们年轻或是小时候就有这种经验，因为数学考不好被老师骂，从此就不喜欢数学了。啊，英文发音不好被老师笑，那以后就从来不喜欢英文了。很多人是这个挫折了。换句话说，另外一种挫折是我一直不想回顾那些挫折失败，所以我就不想进步，不想进步。日本现在遇到非常重大的问题是，新的一代他们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耍废，在家里面，或是被父母亲养，因为他们觉得再怎么努力都没效果。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过去的经验是什么，也许是成功的，但是有很多是挫折、失败的，甚至是羞耻的。那你怎么办？神说你要去经历行新事的神，过去的侮辱或是过去的失败，或是过去的羞耻，你要被神所医治，重新来过。那这个是我们迎接新的一年很重大的一个要求。像保罗也这样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他不成功他说我什么事情都做完了，是应该做的事情做满了，但是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神要我们在过去无论是成功或失败，你不要被前面的事情所捆绑。第二个是我们要查查跟反省了。我们自我查查跟反省是一个迎接新事的重点，因为有可能新的东西经过你，你没有自我反省，新的你也不晓得是对你有帮助的、对你有用的，那就让它过去了。机会来了，又过去了，因为你没有察觉，没有这个领悟。所以，上帝是给人自我省察的能力。记得，神给你自我省察的能力。我们老早就从老祖宗的话说：“我吾日三省怎么样？三省吾身。”但是三省行什么很重要，是一直强化你的失败吗？强化你感觉自己什么一无是处吗？还是你要改变？神要给你一个改变的契机，所以我们要除去这一些啦。我们不节制跟骄傲，顽固跟叛逆，或是因为缺乏审查造成的心理疾病，或者说一些负面的影响在你心上，你不把它除去，你不把它清掉，你就会成为你永远的一个疙瘩，你永远无法向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春节或是新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在年初的时候，用极大的盼望、梦想和祷告来迎接新年，充满了斗志。但是开始了，就一件一件把你消磨你的士气，这个失败了，那个不顺利了，慢慢你就消磨掉。在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就回想过去365天，当初所怀的梦想、美丽梦想、盼望跟期待，因为没有成就。他就感叹遗憾了，这是我们人之常情嘛，常常会这样子啦。我们迎接新的一年我们要学习说，不是重新来过，而是除了，像大扫除一样，清除心中的伤痕、懊悔跟罪恶感，让新的盼望、梦想跟期待能够留在心里面。要怎么做呢？悔改来进行心内的大扫除。在回顾过去中反省跟悔改。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被一个特定的名词，把一个刻板印象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印象，那不好。我们常常在讲说认罪悔改，你给你的意思是什么？好像你低着头垂头丧气，好像落水狗一样，没有人管你。这个不是正确的态度。认罪悔改才是基督徒健康成功的开始。为什么呢？什么叫认罪？不是你犯了什么错头低低的。有时候被警察拦下来说你违规你也会很生气，对不对？你会一直被那些负面的东西绑住了。但是基督徒的悔改是什么意思？认罪是说我发现我不对，哪里错了，我要改。我们在那个
信仰告白，或是我们基督徒在做一个真道问答的时候，常常会讲说，人犯的罪是什么意思？我们常会被那些恶劣的行为啦、杀人放火那个罪把它刻板印象。其实他说认罪的意思是说以前我没有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啦，我跟神脱离了关系我要认这个罪。这个罪就是说我要恢复跟神美好的关系。我们说悔改，悔是什么意思？悔的意思是说我原来做的事情不对了，我要重来了。我们弟兄姐妹很常在春节会喜欢煮一些新的菜，对不对？你刚开始煮的话，有时候太咸啦，或是太油啦，或是火候不够啊，你总不会说我对错了，我不敢做了，不是啊，我再试看看啊，对不对？你火候怎么处理？要试验好几次啊！很多科学家在实验室当中也不是这样吗？所以悔跟改就是你有悔还要改，悔就是做了错的事不要再做了，改是改变啊。所以改是因为要迎接做新事的神，让神的新事在你的改变当中，你的心思改变中得到新的力量。那我们怎么改呢？我们怎么样悔呢？第一个，我们是否有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好，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顺序哈。在回顾过去中反省悔改，第一个是要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那上帝最关心什么？我们是否认识、敬畏、敬爱、感谢神？这个很重要。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普通的陈述啊。刚刚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做敬拜。你有没有感觉说，我也一起敬拜，我要参与这个敬拜？千万不要把敬拜团看成是在表演，你们在欣赏，还评论说谁唱的好不好，音乐节奏对不对？那个都是错误的。神是借由这个敬拜团带领你进入到敬拜的水流当中，因为神喜欢这样子，喜悦这样子。你有没有这样子专心的敬拜他，感谢他？赞美他，还是说这个唱歌唱完了我再进来这个跟我无关。你要迎接神的恩典，你的账目打开了没？你的领受的盘子打开了没？这个敬拜就是开始要打开你说关起来收好进来，人家领了一大堆，你都领不到。所以敬拜的意思就是神看你有没有敬爱，一心一意来敬拜他。第二个，我们是有尽心传扬他的国。神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传福音的心志了我们在这几天当中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跟亲友见面或是工作上，他们都会讲说，我怎么样尽我的方法，尽我的机会传福音。有的是说家族在一起，有的不是基督徒，我就借这个机会一起引导大家一起感恩祷告那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就想你要祷告就是用尽各种方法为了要传福音，这个是上帝所关心的事。第三个，我们是否成就他的旨意？我们是否为了追求一个合上帝心意的生活祈祷和努力，而不是还一直用自己的方法来做？我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但神不喜欢，你愿不愿意改变？那就是我们说悔改的意思了不是你做错事情了要处罚，不是。那第二个点是，我们是否过于吝于吝于就是不想饶恕，我们没有过爱的生活，这个也是我们领受祝福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这一点我会过不同的方向一起分享。我们先看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耶稣说：“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换句话说，神是一个前提的，你要先学会饶恕，神就会饶恕你。换句话说，刚刚我们说悔改，对不对？我愿意改变，但是你自己都不赦免别人，然后要神跟你改变，这个前后顺序很重要。那这段经文我们就想到我们人性了人往往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我们有些人看到严以律己，哇，真的很尊敬但通常我们都是对别人很严格，
但对自己很宽松哈。我们常常不悔改己罪，却不断去定罪别人。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悔改，这个就是悔改的一种啊，改变，愿意改变，悔改愿意改变。所以，当我们明白自己的过犯，认罪悔改，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名词叫做圣洁的愚人，然后很圣洁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是愚者，就是不是耍聪明的哈，不是耍聪明的。那这个重点在哪里呢？耶稣的刚刚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即使有小小的损失，若能保持和睦，反对我们更有益处哈，反对于我们了哈，就是说反而对我们有益处。虽然你是损失啊，但是你制造了一个和睦的气氛，所以这个叫做圣洁的愚人了哈。这圣洁愚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要碰得见。第一个，你如果是个圣洁愚人的先生，你会给家庭带来和睦；一个圣洁的愚人的太太不会对先生唠叨；圣洁的愚人不会在团体里面制造问题。昨天我跟谢牧师去参加一个以前教会的会友嫁女儿的喜宴哈，他这个爸爸在台上的讲一个小故事，他说我不会讲太久，讲什么故事呢？他讲说我们可能在网络上看得到，他说夫妻在玩象棋呀，玩象棋哈，太太对象棋不大懂，但是他就是想赢了，那先生就故意输他就赞美太太说你太厉害了，哇什么飞象啦什么将军啊什么到最后输他哇太太好高兴啊，去洗衣碗去洗衣服啊，去做家事了。这个先生说输一场得到了那么多太好了这样子。他的结论意思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不是讲理的地方了是讲爱的地方。因为一个小小的下棋争得面红耳赤的很多就不想输给你闹的家庭纠纷一大堆这个故事在讲说，我们其实很多人呢愿意做愚人，是因为你要让神的恩典在这边产生。所以刚刚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愚人，因为即使有一些损失，但是保持和睦就更加的宝贵。这个是我们这个饶恕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心灵改变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会遇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基督徒常常有以下的疑惑，你常会抱怨说，为什么我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祷告，心中常很郁闷。我的心为什么常常忧郁、忧愁跟痛苦呢？感觉好像信仰都没有很真实了。尤其有时候你说你常常祷告，生活却重担重重，为什么呢？其实其中一个原因，上述这些的困难有许多原因是跟理由是你不饶恕，你心中永远藏着这个不愿意放弃、不愿意丢弃的部分，让你的心永远卡住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听到说，如果没有饶恕别人的罪，天上的父亲就把我们关在哪里呢？关在属灵的牢狱、心灵的牢狱、疾病的牢狱、生活上的苦难和试炼的牢狱。或者说，因为怨恨、不饶恕，然后其实你被关在一个无形的牢狱当中，然后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都不顺利，那个事情不能达成？神啊，我祷告怎么没有用？是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心灵做一个清除畅通了。所以许多人被关在看不见的监牢当中，他们不肯饶恕别人。所以在新的一年，期待我们要得神的应许，迎新事，你要把旧的丢掉。我记得之前曾经讲一个饶恕的故事我们就比喻说，好像一个人如果不饶恕，心中充满了苦毒，就好像身上带着一袋死掉的老鼠。我们知道老鼠死掉很臭腐烂的老鼠你一直带在身上你觉得怎么老是闻不到好的味道？是因为你身上一直存在的死去的老鼠。怨恨就是死去的老鼠，不饶恕就是死去的老鼠。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除去心中的仇恨？靠人的办法真的有困难。你要学习经历新的恩典，圣灵的同在，让你这些旧的行为完全除去。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到这个故事哈？也许讲过，就是越南战争越战50多年前的一个照片，叫做火烧刺身的女孩，应该大家有看过。你看到这个照片，当然年轻的可能没有印象，牧师的年纪就很知道了，就这一张越战火烧刺身的女孩。这个越南，当时呢，因为越战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严重的时候，美军他们就用燃烧弹烧夷弹，把整个村庄毁掉。他们说里面有什么共产党什么，但是最受害的就是这些孩子。就这个故事就发生说，这个村庄被烧毁的时候，小孩子全身着火，其中一个小女孩跑在路中央，身上的衣服可能被烧掉，或是赶快脱掉，因为着火了嘛，赶快脱掉，就赤身裸体跑着，在大哭的时候被一个记者拍下来。这张照片成为对美国越战的一个大转变，因为美国的反战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说，糟糕，我们去那边不是打越共，竟然是在打越南人，而且这些小孩那么可怜，他哭着所以这张照片是越南经典的越战的经典照片，不止影响历史，而且诉说一段饶恕得饶重生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当时刚刚我讲过了，这个小孩是这样子那另外一张就是美军赶快把它收来，把它赶快处理，因为整个皮都烧掉了你看那个白白的，就是皮都让人家给他做处理。后来这个小孩被带到美国去，被领养，然后做好几次的治疗。这张照片，小女孩叫做潘金淑后来担任联合国的名誉大使，呼吁世界的和平。她怎么做到这个样子呢？是因为她曾经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仇恨，她动过17次的植皮手术憎恨美国，憎恨美国人和战争，心中充满了仇恨。这是后来她自己在分享的时候，这个照片跟这个她现在的这个现在的他，那位记者叫做黄公吴1972年6月8号在那个地方拍下这张照片，就得到了普利兹奖我们知道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奖项就是普利兹奖，很多人就是一张照片就得到了很大的名声这是这个黄公吴跟潘金淑见面的时候的照片，他充满着笑容那一个重点是说他怎么饶恕了他说最让他痛苦的是他的心因着憎恨渐渐死去了，身体也越来越虚弱，生活充满了挫折跟盼望跟绝望，好像陷入看不见的牢笼，动弹不得。就刚刚我讲的一样，就是被关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牢狱里面。什么改变他呢？他是因为后来信了主，在美国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前，他知道说这个苦毒太严重，他不要，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宣告要除去这个仇恨的罪。从此以后，他就从看不见的监牢里面得到释放了，心中充满了真实的幸福恩爱，能够去爱别人。这个也是他后来转变成为一个反战的大使。联合国到处去宣扬这个战争的可怕，因为他亲身的经历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乌俄战争，就是很多人会谴责俄国你出兵的理由不对，那你战争你要守战争的规则你怎么可以炸人家的村庄，炸人家的那个公寓呢？那个不是你的对象所以有人就要宣告说，战争结束要把苏俄的一些重要人物变成战犯，要来国际法庭要处理他。我们都知道战争是最受害的就是百姓，这些儿童所以怎么样去消除？这位姐妹她是遇到神，被神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愿意从神得到改变？你有什么样的苦毒？讲别人听也听得很厌烦，说你这个苦毒太难过，我处理不了，真的交给神，
神会处理。第三个是我们愿意改变过去消极负面的生活哈。什么叫负面消极呢？我们常常成为负面想法的奴隶啦。很多事情你都从负面讲。我们常常强调我们缺乏跟黑暗那一面，老是看不到正面的部分。有一句我们台湾人的俗语啦哈，我们春节不是吃得很饱吗？我们台湾人都讲话说：“哎呀，要顶死啊，要吃到顶死啊呢。”奇怪，吃得饱饱，吃得好好，应该说哇，吃得好高兴，你就讲说死。台湾人很多话都是跟死有关的。骂孩子死囡仔不然就是鬼、垃圾鬼、贪吃鬼、爱靠鬼，就很多负面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一种你潜移默化，让你没有积极的思想。那我们要去改变它，因为阻挡发展和进步的是消极的思想。原来一件事情并不是很困难，一被你讲下去哇，困难重重了，举步维艰了。我们常会比较，从圣经跟东方人的一个句话，产生一种很有趣的对比。东西方文化常常是消极跟积极的对面。比如说西方文化，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一句话，说你们愿意别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一样怎样待人，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积极的态度。我希望你对我笑，你自己不笑，我对你有善意，你希望别人对你善意，你是一个人冷冰冰的，像扑克脸一样。它是用正面的，我要别人怎么样，我要先做怎么样。像耶稣说，你们要去爱人。那东方的文化，我们用句话就可以看见，他说：“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那是一种消极的，我不想人家对我这样，我就不要做给别人。那积极的人会过冒险和进取、饶富创造性的生活。换句话说，因为你有一个积极的思想，这个积极思想要常被神所强化，在祷告当中，所以悔改是一回事情，饶恕是一件事情，然后负面的想法要被神所抛弃，被神所洁净。我们怎么样清除心灵的垃圾呢？刚刚我们讲到这几点，第一点是要清理没有先求神的国和义的垃圾，因为你一直认为说我先追求我自己的，神说但是你要一心一意来跟随我，要遵从我的律法，这样子好，那要清理什么？吝于饶恕跟爱的罪，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一些。第三个是消极负面的生活要悔改。我们期待新的一年，你这3点，你有没有尊神为大，以神的呼召为最优先，走在神的道路？第二个，你愿不愿意饶恕，我把那个怨恨除去？第三个，除去那个负面消极的生活。最后是我们对未来怀有意向跟梦想。约珥书的第2章28节，他说：“上帝应许什么样呢？在末后，圣灵必浇灌凡有血气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要做异梦，少年要做异象。”换句话说，神已经预备好，让你有这样的梦想跟意向，只是说你愿不愿意抛弃过去，然后迎接新的未来，让行新事的神在你身上显生作用。拥有意向跟梦想的人，就是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你的心灵也会因为这样子来因此的得到健康，充满希望跟健康。感谢主，神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期待经过1个礼拜，其实是10天的休息了其实从明天谈新的一年才正式要四龙工商嘛我们各行各业都要开始了。我们一起来立志新春我们一起来立志，我们拥有对教会宣教的意向，我们有对国家前途有意向这个少一个字。我们国家刚好也有个新的团队了国家的团队，我们求神为我们预备，因为我们面对国家好像一方面有一个新的期待，一方面有很多忧虑，好像台湾有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在我们前面，求神让我们同心一致，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的健康。我们也一起为自己的工作、事业、职场、家庭的幸福有一种意向。记得
是因为我们要迎接新式的神，抛去一些旧有的、一些不好的那些仇恨、那些负面的思想，以及把神的事看作不次要的，这些都要除去。愿神在我们身上显现他的大能跟祝福。新的一年，我们看见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用感恩的心来说：神啊，你应许了我们这一切。很多弟兄姐妹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在做一个整理，说神在过去一年曾经对我应许什么事，成就了什么事。我们期待今年我们得到的应许跟成就就更大，因为你愿意一心一意、全心向主。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要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哈。那牧师做一个报告说，我们等一下祷告完，我们在音乐当中，你愿意新的一年有肉体病痛的得神的医治，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心灵上，我心中有一些难处，不一定讲给别人听，但是神知道，愿意被医治的，愿意被神所消除的，我们都到前面来。我们也邀请我们的敬拜团，还有我们的这个带导团队来一起来服侍哈。不要客气，楼上楼下的大家预备心。我们现在做祷告，来预备要开始。谢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你是行新事的神，你是恩典的神。主啊，我们心中有很多过去的旧行，我们有不求上帝的国和义，我们有不饶恕、不爱的生活，我们有负面的想法。神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求神改变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你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改变负面思想的神。主啊，让我们新的一年，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在生活、在家庭、在健康，也同样蒙神这样的祝福跟恩许。感谢你，我们要一起做医治祷告的一个侍奉，求神圣灵同在，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感受到神听了我们的祷告，要赐给我们医治跟平安。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坐着来唱这首诗歌哈。这首诗歌是新的诗歌，我们曾在朱瑞莲牧师带我们唱过我们请接班人带我们唱一遍了以后呢。